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甲你边的人讲平安。平安。平安是主耶稣所赏赐予咱的每一个人。咱要伫遮领受平安，咱嘛要伫遮领受上天来的福分。咱要开始进前，咱做位阿头来祈祷。特别上帝，愿感谢你，愿学了你的名无煞，愿感谢你拣选完整百姓，成做你的囝儿。祝愿何等的福分，会当伫主日的时阵来甲主你三甲三拄。愿上帝你的灵四围环绕阮，帮助阮，互阮的心会当得到开阔，互阮的心得到安静。互阮伫今仔日伫祈祷内面，伫诗歌内面，伫上帝的话语内面，伫牧师的话语内面，拢有新的领受，甲新的亮光。愿上帝帮助阮，开阮的心，帮助阮拄起阮的自私，拄起阮心内各样主你无欢喜的念头，互阮专心全意来敬拜你。愿将今仔日的祈祷的时间、甲敬拜时间完全交托，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三甲来吟这条诗歌，永远尊贵，咱永远的尊贵的上帝。耶稣，真是永乐。用伊的话语来帮助咱，咱做伙来看诗篇第5章第1、第2、第3、第4、第7节，咱做伙来念。耶和华，求你耳耳康听我的话，监察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上帝啊，求你耳落我叫的声，因为我你祈祷。耶和华，早起时你要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摆列我的心意，高敬虔，因为你不是欢喜罪恶的上帝，害人袂得通甲你同徛起，论到我，要凭你丰盛的慈爱入你的厝，我要存敬畏的心，你的圣殿来敬拜。感谢主用伊的话来帮助咱，互咱知影咱真做伊的百姓。咱来常常祈祷，常常来伊求，伊会听咱耳康听咱的祈求。但是伊嘛爱咱明白伊的心意，常常做一个伊欢喜的囝儿。所得咱行伫上帝欢喜的路，咱会当凭着伊丰盛的慈爱进入伊的厝。感谢主，互咱会当凭伊丰盛的慈爱进入厝。下面我要请咱大家来，
咱读遐经节的时阵，咱嘛有一寡警醒，嘛有一寡帮赞。咱要先伫有几项来思考，咱伫谦卑伫主的面前来认罪。当咱讲主啊，赦免我的罪，咱有时无保守家己的喙齿，讲对别人无帮赞的话，伤害别人的话。当咱讲主啊，我听你，却甲别人无和谐关系，无愿意赦免人的过失。当咱咧讲主啊，赐我信心，却常常怀疑上帝的同在，这嘛是一款罪，嘛是一款上帝所无喜的罪。所以基督徒、信徒啊，咱都要警醒，要小心，要活伫上帝的真理甲欢喜内面。下面咱做伙来为着家己祈祷，有几项为着咱家己的罪，甲咱属灵的生命成长来祈祷，为着咱家己生命中各种的需要，身体健康，咱的工作、教会服侍，特别是家庭的和谐，厝内面的平安、健康、经济稳定，咱拢献上祈祷。特别咱伫主的面前认咱的罪，哈利路亚！主啊，阮伫你的面前来永远所阮捌的罪，阮毋知影的罪，就赦免阮常常做主你无欢喜的事。但是阮主啊，阮愿意伫你的面前求主来帮助阮，互阮愿意来谦卑，愿意甲人和谐的关系，做阮所行所做，互主你来欢喜。主啊，阮也恳求你祝福阮个人的生命，互阮会当活伫主你的真理内面，互阮会当常常甲主有亲的连结。主啊，祝福阮的家庭，祝福阮的个人的需要，阮的健康拢交托你的手。愿主成就阮的祈祷，赦免阮的罪，帮助阮伫主的内面活出主你的丰盛、甘肃、甲祝福。阮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所以，咱来为着咱教会肢体来献上祈祷，为被听痛的肢体，为着待业、经济困难的兄弟，甲因的家庭来祈祷，为着咱教会长辈来祝福，为咱的教会每一个家庭，坐伫你边仔的家庭来祝福因。今仔个是双年主日，咱嘛特别为咱的双年来这兄弟姊妹祈祷，咱这四项做伙开喙，哈利路亚！主啊，阮感谢你，你是医治阮的主，你是手术平安的主。主啊，阮要将伫患病中的兄弟姊妹的肢体献上祈祷，求主你的平安甲因所在甲福德。主啊，医治的灵来进入因的心、因的家庭，特别喺陪伴的厝内面的人。主啊，求你伫内面做医治的工，保守扶持因，互因常常因的甲主，因的主的三角地带，互因的心无搁惊吓，互因的心得到平安，得到快乐。哈利路亚！主啊，主啊，就帮阮教会中过，然后生活内面主的同在，主啊，祝福阮每一个家庭，平平受主你的看顾甲保守。哈利路亚！感谢主。咱这里第三个祈祷。下面的祈祷，咱来为着咱所听的台湾来献上祈祷，为咱所徛起的城市，为着咱的环境的平安来祈祷。咱知影最近咱伫新闻常常看到足侪灾难，伫全世界，就是咱所徛起的环境内面，咱特别嘛继续为着花莲光复乡遐灾害修复的道路献上祈祷，这是拢无简单的代志。但是当咱献上祈祷的时阵，上帝就伫遐做工，上帝差派天使伫遐做工。那么为着咱台湾的国际地位台海关系平安，又为着主的福音伫台湾世界来传播，献上祈祷。咱三角开嘴来献上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你的名，你是掌管一切的主。哈利路亚，是阮所徛起的城市，你来祝福阮徛起的城市，互阮所徛起的环境拢得到平安。主啊，阮的城市是你所祝福的，阮宣告阮的城市是你所祝福的。恳求你祝福阮所徛起的所在，互阮的环境变迁的时阵，有缘无惊吓。主啊，特别祝福伫花莲。
开，互阮心爱的人，互阮的厝边是阮的朋友，拢来归附你，这是阮心所盼望的。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接着，咱要来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咱的教会要进入50许年，咱为安尼来献上感恩、甲祈祷。感谢主带领咱教会49年，接着要有50许年的进入。但是咱爱搁较济为着咱的祈祷、教会祈祷，帮助咱的长职、咱的牧者长职、咱的区长、小组长同心合意，为着咱的教会来拍拼。特别咱为着咱的牧者长职、区长、小组长、团队首长，互因的灵命、形成身体健壮。为着咱即马牧区小组咧进行的逐项福音的活动，也是行销小组来祈祷，信互咱信徒每一人拢愿意互主使用，热心投入伫教会每一个事工内面，咱做伙开喙祈祷。哈利路亚，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在阮的教会已经要进入50许年，这是上帝予阮的祝福。主，阮感谢你，感谢你继续带领阮的教会进入更较丰盛的50许年，予阮的教会成做一个祝福人的教会，予阮的教会成做一个光台，照光一个社区每一个所在，福音会当传递每一个所在。主啊，恳求你赐福保守阮的牧者长职、区长、小组长、团队的首长，拢有健康的身心灵、健康的身体来服侍阮的教会。主啊，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大牧者，是阮教会头，阮所挖去的，就祝福阮教会所做的一切事工一尽兴盛，蒙主你祝福。咱的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为着咱今仔日2顿的礼拜来祈祷，第一项为着今仔是詹姆斯讲道，咱为着伊所讲伊讲道伊所讲的，拢会真出咱的帮赞。为着咱上年长辈，因今仔日有献诗，有服侍，哇，因今仔足水的吼，愿上帝使用因年老的性命，又愿会当用声音，用因个人每一个服侍来荣耀主。咱嘛为因来祈祷，互因今仔服侍，真做芳芳的祭献互主。咱为着咱的会友伫礼拜中间有谦卑领受的心，搁咱每一个团队有合一的服侍伫内面献上祈祷。为着咱即马进行的主日学也是查经班，咱拢献上祈祷，求主来掌管咱今仔日所有的服侍，咱开始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祝福阮今仔日的聚会，能得到主看顾。心意敬拜内面，主啊，祝福詹姆斯今仔所讨办的，实在是合伫主你的启示甲心意，希望每一个人会当谦卑来领受主你所爱教示阮的。主啊，阮互阮谦卑的心、顺服的心，伫圣经话语内面知影主你爱阮所行所做的。主啊，阮每一个服侍拢有合一的服侍，是主啊，每一个服侍拢。因带内面，愿用喜乐的心，用顺服的心，服侍教会每一个角落。自从主日学将阮的查经班，每一个服侍者也是带领者，拢换交托伫你的手。愿咱的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请咱起立，咱做伙来用一段来宣告，咱甲咱的正手举起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阮的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家，一热心传播真理的教会，是活出基督听的健康教会，是信徒积极传福音的教会，是信徒愿意为心的教会，是信徒彼此相听、彼此接待的教会。是信徒代代兴起、复兴丰盛的教会，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的主是永远尊贵的主，永远尊贵的主，咱继续来敬拜。耶稣。
尊重你，尊重你，我尊重你，我尊重你，尊重你名，照归万名。你的国度比我的尊贵，我的心灵永远掌管。我尊重你，我尊重你，尊重你名，照为万名。你的荣耀就我尊贵，我的荣耀永远尊贵。你的荣耀就我尊贵，我的荣耀永远尊贵。你的荣耀就我的尊贵，我的荣耀永远尊贵。是咱的主，是永远尊贵的主，伊就是掌管咱生命的主，对不对？若是大声来敬拜，咱的主是帮助咱的主。注意，耶和华已经掌管。主耶和华，我的心，我的王，我的心被我靠。咱的长辈若是徛了无爽快，会当坐落来不要紧。我靠你的龙门行，听候你的水就开来。我归主题，你的荣耀我归全地。你统管万物，你对你的棒，万国万民拢敬拜你。你是行起了心事的事，你无难遮的事。我心的坚定，我心的恶乐，耶和华主你掌管。是耶和华掌管，伊掌管咱的家庭，掌管伫咱的生命内面。大声来敬拜，耶和华已经掌管。主耶和华，我的心，我的王，我的心被我靠你。你让我可以的龙门行，听候你的地就开来。主耶和华，我的心，我的王，我的心被我靠你。你让我可以的龙门行，听候你的地就开来。万你的眼光我对主题，你的荣耀我归全地。你统管万物，你对你的棒，万国万民拢敬拜你。你是行起了心事的事，你无难遮的事。我心的坚定，我心的恶乐，耶和华主你掌管。
第9首，万有三角自集欢喜。阮搁一届三角自集，欢喜伫你的面前学乐、唱歌、祈祷，因为你牵得一切的尊严，也因为你是伫过去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也永远伫地的上帝，所以阮嘛用阮的性命永远来敬拜、回应你的恩典。愿主你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也搁一届帮助阮。含你3000军，也搁一届领受着主你的恩典。愿今早起时的礼拜，真做是一个充满你荣光的礼拜。也愿主你的圣神也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透过你圣神的感动，搁一届互阮有新的启示、新的提醒、新的鼓励。互阮透过你圣神的引带，伫这早起时的礼拜。真正通了解着主你的旨意，通明白主你的话语。愿上帝帮赞，也愿上帝祝福伫每一个参与伫礼拜中的兄弟姊妹，领受着对你遐属天的祝福。这时，我们用主你所教导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袂得遭阮的日子，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今日的主日礼拜是咱的上年的主日，所以今仔日咱做。礼拜的听事拢要由咱的上年团契来带领咱做伙来礼拜，
也透过咱乡尼团契、咱教会属灵的长辈，互咱来看见因所体验到美好上帝的恩典。即将将咱的时间交师会，互咱的礼拜来继续。咱启用蔡碧华长老带咱来启用。以赛亚书55章，来，喙带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奶。你哪会着开钱买袂食伫咧米？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米通食。趁做伙着上帝时，来找伊。歹人着离开邪恶的路，着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较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过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讲出的话，嘛要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袂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为唱歌迎旨，以前有刺皮所在，为不清白。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咱同心来感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坐伫悬悬宝座顶，天顶的阿爸爸，亲爱的圣神，亲爱的主耶稣，早安！伫清早的主日，来到你的面前，学乐敬拜，求你安静阮的灵，关起阮熟悉的心门。拍开我的耳孔，你的温膏药膏抹伫阮詹牧师的嘴，嘴讲一出，带着有能力完并的，来领受主你的话嘴，流到逐人的心中，诚多一粒话石来荣耀主。谢谢美好的耶稣。愿谦卑伫主你的面前，为了阮的国家领袖、国权市首长祈祷，从我听的主耶稣，祈求你怜悯赦免台湾一个国家。当阮谦卑伫主你的面前祈祷的时，人做悔改伫你的脚前。求你的平安降临伫台湾众百姓，祝福各城市有安定的生活。主啊，愿献上祈祷，伫11月初2，阮富强教会要选出2位长老、7位的执事，恳求圣神亲自来运行，感动兄弟姊妹。
用神的心意，主你的眼光，选出愿意甲主你同心合意的中集，兴起你托付教会事工，无论伫近期、中期、50许年事工的计划，拢顺利来完成。感谢主，特别为着阮进行幸福小组献上祈祷。感谢主，阮有一群同心、同工、同行传福音的勇士，认真打拼来收割灵魂。愿主你的圣神充满传福音的勇士的心肠，使因有你来的智慧话语，将福音的种子放伫未认捌你的百属特心中，来认捌主耶稣，互神的国度大大兴起，来荣耀主。今仔日是主所定上年的主日，感谢主，你允台阮一群的长辈，赐落喜乐的灵，充满疼心伫上年大家庭聚会来连结。你的疼，阮自执做一回事。当我每一届看到因的笑容，亲像春天的凉风，我心内无限的欢喜。我常常对主你讲，我感谢你，我学了你，互我有机会服侍长辈。愿主的疼永远踮伫阮心中，哪来哪健康，伫心灵喜乐平安，活出耶稣你的生命，影响生命来荣耀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们。即时强守上帝话，临终之事，带咱读圣经。咱要来强守上帝的话，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第23到24节，20节，恁并毋是安尼学习基督，21节。恁应该有听到伊的代志，有对伊学习，因为伫耶稣才有真理。22节，安尼就脱离以前的生活，脱去旧的人，因为旧的人受私欲的迷惑在败坏。23节，恁的心思意念就完全换新。24节。就请照上帝形象创造的新人，用根据真理所产生的公义甲圣洁表现起来。今仔日献诗由上年团契，要献的诗歌，阮要唱歌来学乐。吟诗说，今仔日詹牧师的讲道，生命更新。
请听众大家平安。感谢主，咱有伫咱的教会有一群真好的属灵的长辈，因用因的性命，用因的活力，唱出对上帝而来的诗歌，也愿咱教会中每一个人也会当和咱的遮的长辈一样，对年轻到伫年老，拢唱出对上帝而来的诗歌，也咱看见。咱教会遮侪的长辈，因亲像圣经诗篇安尼描述，年老的时阵犹原结果子，迄个青翠，然后伫上帝的殿中犹原欢喜快乐，而乐上帝无煞。愿上帝继续赐福伫咱教会每一个长辈，互因每一届的组织，无论伫团契，也是小组。也是伫教会聚会，拢得到上帝的帮赞。也愿上帝赐福咱每一个长辈，身心灵拢健康，有上帝的保守甲带领。伫咱开始分享上帝信进前，咱搁做伙来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你伫逐世代拣选无共款的人来回应你的呼召，来回应你的恩典。主啊，阮看见阮的教会，对年轻到伫年老，每一个人拢用因的性命来唱出对你而来的诗歌。主啊，求你帮助阮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对阮的心底唱出对你的而来、对你的感谢、对你的敬拜。愿主帮助阮，也透过今仔早起时，搁一届来到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互阮透过你的话语，诚侪是阮生命的快乐，诚侪是阮生命中的鼓励，也诚侪是阮生命中更新的快乐。求主帮助，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自信伫你的心上，会当搁一届看见着你话语中的亮光。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
今日要和咱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分享，是一个新的系列。伫过去有一段时间在分享，咱为虾米要做伙来教会参与聚会？为虾米要来参与教会的主日礼拜？迄个系列总共有10个主题。即马要开始了另外一个主题，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透过上帝话语，嘛搁一摆来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互咱会当搁较明白上帝的心意。咱要开始另外一个新的系列，叫做信仰的根基的系列。我想，拍根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若有好的根基，拄着挑战、拄着困难，安尼就袂摇掣。若有好的根基，拄着任何的压力，拄着任何无法度通担当的代志，就通知有送通瓦靠。耶稣伫马太福音讲了一个譬喻，伊讲，若有2个人要起厝，一个人伊将伊的厝起伫土顶面，但是风吹大雨来，迄间厝就倒去；另外一个人伊将伊的厝起伫磐石顶面，风吹雨来，迄间厝无摇动，悠然徛在。所以，互咱看见根基非常的重要。毋但是咱伫成长的过程，咱爱伫学校拍学习的根基，直到咱出社会会当使用。搁较重要是咱伫信仰的过程，咱信仰的根基爱徛好在，咱信仰的根基爱稳固，安尼才互咱伫拄着生命的困难、甲生命的挑战，咱较会当了解，咱会当安怎去面对。特别伫咱教会要进入到第50周年，其实已经算起来，已经无到3个月的时间，即摆已经是10月中啊。其实过了，阁过无几个月，咱就要进入新的一年。这新的一年嘛，是咱教会非常重要的一年，就是咱教会要进入到第50周年。我想进入到50周年，这真正是上帝的恩典。咱伫明年50周年，咱有系列的活动，咱嘛会回顾过去教会的历史。但是当咱开始回顾教会的历史的时阵，咱看见上帝一步一步在带领着咱的教会，一步一步带领咱的教会，为一开始的无，到伫即马，咱所拥有这个非常水的信仰的团体。但是伫这个过程，咱嘛犹原爱不断来思考。伫这个甲教会的生日要做伙要和教会做伙庆祝生日的时阵，咱嘛爱问家己一个问题，就是咱的信仰敢有继续起坐伫迄个好，而且是正确的根基顶面？咱的信仰的生活敢有不断的更新？咱的生命敢有不断的回应上帝的恩典？所以第一个系列牧师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生命的更新。我想更新是咱每一个信仰成长的开始。当咱相信耶稣的时，当咱接受到这个信仰，咱毋是讲加入到一个宗教的团体，咱毋是讲加入到一个社团，搁较重要，咱是进入到伫一个新的生命。今仔咱所看的经文，使徒保罗互咱有一个非常好的提醒：真正的信仰，毋是只有外在的道德，也是宗教的规范。搁较重要的是内在生命的态度。咱来了解，咱来到伫教会，咱参与伫小组，参与伫聚会，参与伫各项无共款的服侍，咱毋是只有是一个宗教，毋是只有一个团体，也是一个社团，是帮助咱会当进入到伫一个新的生命，到伫一个新的阶段。这毋是外在的表现，毋是讲外表有哪尼啊好，哪尼啊水，搁较重要是咱每一个人内在生命的态度。我想认捌耶稣，相信耶稣，毋是伫原本的生命带着一个贴纸，也是带一个标签，讲我是一个基督徒。相信耶稣，毋是伫你原本的生命，然后敢若
就搭一个帖子，也是用一个方式讲，我就是一个基督徒。搁较重要的是为生命的根本来开始更新、转化、改造，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开始。而且，生命的更新嘛，毋是讲每一届某一届会感动尔，毋是某一届会冲动尔，是一生拢爱经历的信仰的过程。生命的更新，毋是讲某一届非常感动，每一届一个情感顶面的冲碰，是一生拢爱经历的信仰的过程。代表这是爱不断去经历，不断去更新，毋是讲啊，我已经来教会啊，我已经明白着这个信仰啊，安尼就已经够啊，安尼我的生命就已经完全明白着这个信仰。我的生命就完全已经得到更新，得到改变啊！这是咱一生对咱开始明白耶稣基督、明白着这个信仰，不断爱经历、不断爱去更新的一个过程。所以今仔透过这段经文，虽然毋是讲真长的经文，只有4节的经文，但是嘛，互咱做伙来思考，安怎透过上帝的话语帮助咱。搁较了解，搁较明白，啥物叫做生命的更新。第一个，这段经文互咱看见，互咱爱学习耶稣基督活伫真理，来成做是咱生命的方向。这段经文第一个互咱看见的，就是互咱爱学习耶稣基督活伫真理，来成做是咱生命的方向。拄仔咱所读的第一段的经文，伫以弗所书第4章第20节到21节，这段的经文，伊安尼甲咱讲，伊讲恁并毋是安尼学习基督，恁着应该听着伊的代志，有对伊学习，因为伫耶稣才有真理。这段的经文，伊讲了一项代志，伊讲伫耶稣内面才有真理。伫这段经文头前，保罗佮讲出伊有所教会因所拄着一寡问题。虽讲因听过耶稣，虽讲因知影这个信仰，但是因的生命犹原无活出应该有的回应，甚至因无活出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保罗伫遮讲，爱学习着只有伫耶稣内面才有的真理，为耶稣基督所学习。为耶稣基督所学，代表这毋是一个宗教的知识，毋是只有宗教的知识，搁较重要的是爱和上帝建立搁较亲密的关系，去军对着伊的教导。毋是只有讲啊，我认真了解圣经在讲啥，我真了解这个信仰的话语是啥物。毋是只有讲我了解非常侪来这个圣经还是信仰的知识，毋是讲这无重要，这嘛犹原重要。但是搁较要紧的是，咱敢有透过咱所看的、咱所听的、咱所学习的，是要互咱和上帝建立搁较亲密、搁较重要的关系，而且是军对着伊的教导。当耶稣伊在找门徒的时阵，当耶稣在找伊的学生，门徒这个字就是爱代表爱学习、爱回应、爱军队，而且爱听。代表讲信仰的学习甲明白是爱不断去听，然后毋若只有听尔，搁较重要嘛爱回应。咱若对这个耶稣基督的真理，若是对信仰的话语只有停留伫头壳内面的知识，安尼只是知影这个道理，但是其实毋知影这个道理。啥物意思？你头壳只有在知识尔，但是毋知讲其实这个真理，这个耶稣基督所传的这个道理是爱行出来的。有时阵咱认为咱拢知影，我们都知道了，但其实是不知道。毋知耶稣基督真正假是爱咱安怎去回应咱的生命，
咱爱安怎去回应伊的教导。所以咱爱学习不断持续去听，但是毋是只有听，搁较重要爱回应。听、学习、实践，这是建立咱信仰非常基本的三个重要的代志。所以第一，咱伫学习生命更新的时阵，毋是只有听尔，毋通认为讲我来遮只是来听一个故事，毋是讲我在看圣经，我是了解搁较侪宗教的知识，看过就过去啊，还是讲我了解搁较侪，搁较重要的是透过遮的真理，真做是咱生命的方向。透过耶稣基督的教导，透过耶稣基督伊所讲的，真做是咱生命的方向，毋是只有停留听、看、学习，搁较重要是真做是咱生命的方向，帮助咱行往生命正确的方向。用耶稣基督所教导互咱的，咱所看到圣经的话语，互咱会当通去面对生命无共款的挑战。互咱会当通了解即个话语，上帝伫圣经中所讲的，是有气力的，是有活泼的，毋是只有文字尔，毋是只有知识尔，是真正是对咱的生命带来更新改变的大气力。所以伫雅各书第1章第22节，经文嘛安尼讲，但是恁毋通欺骗家己。认为只有听道就会有，就已经够。颠倒转，恁爱去行出这个道理。圣经的作者安尼讲，毋通欺骗家己，认为讲我有认捌听过就好啊，遮个知识我拢知啊。但是佫较重要的是爱行出来，毋若是行伫咱所看到需要的所在，佫较重要嘛，爱行伫咱家己的生命，透过咱所领受的，透过咱所理解的，真正带来咱生命的改变，带来咱生命的更新。第二段的经文，互咱学习另外一项代志。伫以弗所书第22节，保罗伊继续安尼讲。伊讲爱脱离以前的生活，脱去旧的人，因为旧的人受到私欲的威胁，着败坏。所以第二个透过这段经文，互咱会当做伙来学习一项代志，就是脱去旧的人，真实的悔改，真做是咱成长的一个方向。真实的悔改，真做是咱成长的一个方式。拄已经读过这段以弗所书第4章22节的经文，伊讲爱脱离过去的生活，脱去旧的人，因为旧的人受到私欲的威胁，得败坏。旧的人的生命代表是一个自我中心，是互家己的私欲、互家己的欲望所引带的思想的模式。咱来看中文的和合本所翻译，伊讲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合本伊安尼讲，伊讲这个旧的人，伊是因为私欲的威胁渐渐变歹，代表这个私欲，这个人的自我的中心，伊会渐渐一步一步，互咱的生命陷入伫迄个陷阱内面。咱可能无法度通发觉，咱已经行往着一个错误的方向。一个旧的人的生命，伊是用自我做中心的，所有的出发点拢是用家己，所有的思考的模式拢是为着家己的利益，为着家己的好。所以，保罗伫遮甲咱讲，爱脱去旧的我，生命更新重要一步，就是爱脱去旧的我，不再是用家己的自我中心，不再是用家己的私欲去决定我人生要往倒位去决定我要安怎去做代志。但是较重要的，这个更新悔改，毋是靠家己自我，毋是靠家己的气力，
是邀请上帝进入到伫咱的生命中，将迄个旧的人、旧的我交互上帝来处理。毋是讲靠家己的困难，毋是讲靠家己的能力，讲我要赢过这一切，我要靠家己的困难去赢过这一切的需要、一切的挑战。是要邀请上帝进入到伫咱的生命中，将这个旧的我交互上帝来处理，交互上帝来帮助。脱去这个旧的人，代表是咱伫咱的信仰的生活中，不断悔改更新，愿意放下迄个过去迄个我，愿意放下过去的价值的观念。当咱伫信主进前，认捌耶稣基督进前，咱可能受到社会侪的观念，受到这个世俗的影响，直到咱可能伫信主了后，咱犹原伫回应信仰、回应耶稣的时阵，咱犹原用过去的思想、用过去的观念，咱伫看代志，咱用过去的观念伫看上帝的作为，所以。保罗伫遮讲一项代志，伊讲脱去旧的人，代表伫咱的信仰中是不断更新、不断去悔改。而且这个真实的悔改，毋是伪装，毋是讲这个浮浮的无代志，我看到就好啊。嘛毋是讲反悔歹势，做毋对啊，是回转到伫上帝的面前。这个真实的悔改，毋是讲我包装了非常好。看起来拢无代志，嘛毋是讲我反悔我做毋对但然后后一摆佫犯共款的错误，是回转到伫上帝的面前。所以信仰的生活，一个更新的信仰的生活，毋是只有看见我尔，毋是只有看到家己尔。咱的信心，咱的更新悔改是有内容，是有对象的。咱若是不断地咱自我中心的生活是不断地批判家己的罪，安尼的信仰只是伫原地尔，安尼只是宗教，安尼咱无真实的看到，什么叫做脱离较早的生活，什么叫做脱去旧的人，什么叫做真正邀请咱的上帝进入到伫咱的生命。毋是只有讲浮浮的无代志，然后看起来外表看起来非常的好，但是实际上咱犹原活伫一个自我中心，活伫家己的生命内面。真正的福音是联合，真正的福音，真正生命的更新是联合，毋那是相信尔，爱搁较重要。旧的我，旧的生命，只有耶稣基督会当解决尔。旧的我。旧的生命、旧的问题，只有耶稣基督会当替咱解决尔。所以伫罗马书第6章第6节，使徒保罗嘛安尼讲：咱知影，咱旧的我已经和耶稣基督同钉伫十字架，为着是要互一切的罪爱拆毁罪性的自我，互咱每一个人无搁做无互罪。诚做罪的奴仆。保罗讲，咱爱知，咱旧的我已经和耶稣基督钉伫十字架，毋是搁靠咱家己的困难，毋是搁靠咱家己的自我，想要去改变，想要去更新，想要去面对这侪的困难甲挑战。咱爱知，咱的生命成长更新的上重要的方法，就是真实悔改，到伫上帝面前讲，上帝。我脱去我旧的人，上帝，我真正将我旧的生命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引带，互阮通我的生命通继续来成长，互我的生命通真正来得到更新。继续保罗伫以弗所书第23节到24节，伊讲恁的心思意念着完全换心，就是穿着照上帝形象创造的新人，是根据真理所产生的公义甲圣洁表现出来。所以保罗讲爱穿着新的我，新的人，改变心智，真正做是上帝的儿女。
真正是真做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以弗所书保罗安尼讲，爱心思意念更新，心思意念更新，爱有一个新的人，新的我。心思意念爱更新，代表咱的思想的转化是咱生命改变非常重要的一步。信仰的成长，毋是只有每一届看起来敢若是共款，而且是重复的宗教的行为。更较重要是咱的思想更新，咱的价值重新调整，真正了解什么是耶稣基督带予咱无共款属天的文化、属天的价值观。信仰的成长，毋是讲每一届只有来讲，我来参加聚会，我来参加小组，我来参加活塞，这就是代表一种信仰的成长。确实这是某一个部分，但是更较重要的是，咱毋是只有来参与、来做、来活塞。更较重要的是，伫即个过程，咱的思想、咱的生命、咱的内在，敢有真正更新？咱的价值观，敢有和上帝的心意是共款的？不如讲咱爱真做是一个新的我，爱成一个新的人伫咱的生命。不如继续伫这个经文里讲，当一个完全新的人，伊的生命表现出有疼心、有公义、有圣洁的态度，伊的内心拢充满属伫上帝的真理。保罗讲，这是更新了后上明显的证明。保罗讲，当一个人的生命，伊表现出亲像耶稣基督的心，充满疼痛、公义、圣洁、怜悯、和平的态度、喜乐的态度，内心拢是充满伫属伫上帝的真理。保罗讲，这是你的一人的生命更新改变上重要，而且是上明显的证明。新的我代表是一个新的身份。保罗伫头前伊讲了讲旧的我、旧的人，代表迄个旧的人、旧的我是一个用自我中心、用自我的想法、用家己的需要伫往头前行的。但是保罗讲，像新的人伫真理所产生一切水的模式所表现出来，这是一个新的身份，真正是一个属伫上帝的儿女。会当来见证伫伊的见证上帝的荣耀，来影响、来祝福其他的人。所以，当咱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更新改变的思想，咱就袂当用旧的想法去面对旧的问题。有时阵咱拢会想我的生命的问题哪会拢无解决？为什么生命的挑战犹原较济，无法度通去面对？有时阵就是因为咱的内心阁犹原用旧的想法、用旧的观念去面对旧的问题。但是保罗伫遐甲咱讲，新的人内心得到更新改变，代表咱会当用新的生命去面对生命的旧的问题，甚至是生命咱无法度通理解的代志。甚至是伫生命未来每一天、每一个道路，咱拢通知，因为咱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是不断更新改变的困难，互咱通会当去面对所有的挑战，甲一切咱所面对的困难。新的我代表是一种新的身份。当咱了解咱的生命是无共款的。当咱了解咱的生命，毋是只有靠我家己；当咱了解我的生命是得到更新改变的时阵，咱才有法度伫咱的信仰的成长不断来精进。无咱的生命若是搁活伫旧的生命，就算咱已经信主真久，就算咱认捌真侪的信仰的道理，但是咱的生命是悠远无前进的，咱的生命是悠远是停止的。当咱咧讲咱信仰的根基要开始拍互在第一样，就是咱生命爱先开始得到更新。咱爱先开始对咱的心有一个对上帝的渴慕，对上帝的一个感动。上帝啊，真正是来更新改变我的生命，
互我大概来到伫你的面前，大概祈祷，大概读你的话语，大概含你亲近的时阵，主啊改变我的生命，主啊调整我的生命，互我通知我的生命的根基是在伫你，我生命继续往前的气力是在伫你，互我的生命是有成做一个新的我，毋是只有靠旧的我，毋是只有靠头壳的知识，毋是只有靠我所理解的，是靠不断新的气力、活泼的气力，互我的生命得到改变、更新、气力。所以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保罗嘛讲，无论是啥物人，一旦有基督的生命，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临。无论是啥物人，一旦有基督的生命，就是新创造的。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临。前2礼拜，无数项教会的基督牧区，阁有一寡兄弟姊妹，到伫泰国有一个短宣的服侍，到伫泰国迄个所在，特别是较我伫山区，遐有侪真送乡，有真侪需要帮助的人。但是伫迄个所在，我看见有无共款的生命力伫迄个看起来真困难的山区。阮除了去到伫山顶的教会服侍遮的囡仔、儿童也是遮的村民以外，我嘛有机会去到一寡机构去拜访，也为因来祈祷。其中伫即个泰国的山区有几个机构，因是帮助孤儿，也是帮助因的老爸老母可能是食毒，所以我都通照顾遮的育幼院。特别是遮的育幼院，拢是台湾人伫遐开设的，拢是台湾人到伫迄个所在去设即个育幼院，也是去设即个中心。但是更较特别的是，遮的台湾人，因走去迄个远远的所在，是因为因的生命嘛经历着破碎，因的生命嘛经历着过去侪的困难跟挑战。到伫迄个所在咧服侍遐个孤儿，也是服侍遮的囡仔的，遮的台湾人，因过去因的生命，因可能嘛是因嘛是食毒的，因的生命嘛经过侪的破碎，因的生命嘛经历侪的挑战，所以当因认捌耶稣基督了后，当因真正接受到这个信仰了后，因才发现，原来这个旧的我，原来这个破碎的生命，上帝犹原要使用因，上帝犹原要拯救因。直到因认捌耶稣基督了后，因的生命真正得到更新，因的生命真正得到改变，所以因愿意回应这种生命更新、这种新的人的生命，愿意到伫迄个所在。迄个所在可能拢因伫遐服侍，因伫遐做遐代志，可能拢无人知影，可能嘛无人了解遐实际的状况。但是因犹原非常温驯伫遐做，伫遐照顾孤儿，非常认真伫遐帮助遐需要的人。因为因的生命真正是得到更新，得到改变。因真正知影将迄个旧的人转来，毋是搁靠家己的时阵，毋是搁靠过去家己的需要在引出来时，迄个生命更新的气力带出来无共款的动力，互因通知伊生命要安怎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互因通知影因的生命会当安怎来去祝福别人，互因通知因的生命会当安怎去帮助遐生命嘛共款拄着困难需要更新改变的人。所以也愿上帝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互咱真正嘛伫咱的心中不断做这款的祈祷。主啊，求你来更新我的生命；主啊，求你来更新我的内心；主啊，互我放下我家己自我的中心，放下我自我的骄傲，互我的生命，互我的信仰的生活，一步一步跟对着你的脚步，一步一步徛在伫你的根基内面，一步一步。互我来看见我生命，因为有你的恩典，因为有你的保守，真正是活出一个新的创造，真正是活出一个新的人。
阮上帝也赐福咱的教会，互咱的教会嘛会当不断成做是一个更新改变的教会，不断去领受到上帝的心意，领受到上帝的恩典，互咱的教会嘛成做是一个不断更新改变的教会，来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祝福这个社区，也祝福咱的国家，祝福咱每一个人会当接触的人。愿上帝赐福互咱，互咱透过今圣经的话语，搁一摆来思考咱信仰上重要的根基。第一个是透过咱生命的更新，新的眼光看见上帝的作为伫咱的生命所产生的快乐。这是咱嘛要来准备进入到伫今仔日特别有异地祈祷的时间，咱嘛要透过异地祈祷，咱嘛搁一摆来向上帝求，来向上帝呼求咱的需要，也向上帝求讨，无论伫咱拄着患病，也是困难，也是任何的挑战，拢会当来到伫主日来到台前，来向上帝求讨，向上帝来呼求，愿上帝来帮助咱，透过咱徛伫伊的面前，伊来祈祷，也得到伊的帮助，也得到伊更新改变的快乐。只是咱先做伙来唱这条异地祈祷的诗歌，赐我自由。咱先坐咧唱就好，咱先做伙唱一摆，然后唱了一摆了后，要请你若有需要别人为着你服侍，为着你祈祷的兄弟姊妹，你着勇敢来徛到伫台前。赐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看出我生活中的忧愁，看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世间事物落苦当当。咱邀请需要互人服侍祈祷的兄弟姊妹，会当勇敢徛到伫台前，咱搁一对头来唱。赐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咱请有需要来祈祷的兄弟姊妹，会当勇敢来到伫台前，咱嘛请咱服侍同工来准备。看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世间事物落苦当当，主的心要予我自由。咱的音乐继续，咱请咱的服侍同工，咱会当开始来为着台前兄弟姊妹做伙来祈祷。我嘛犹原邀请坐伫台下口无伫台来伫台前的兄弟姊妹，咱嘛做伙举起你的手，为着台前的兄弟姊妹，为因来守望，为因来祝福来祈祷。邀请坐伫台下口的兄弟姊妹，咱嘛犹原举起咱的手，为着台前的兄弟姊妹，咱为因守望，为因做伙来祈祷。在
咱搁一个来唱这条歌的副歌。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有自由，世间虽有乐苦担当，主的心会予我自由。主的心啊，你伫倒位？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有自由，世间虽有乐苦担当，主的心会予我自由。亲爱的主，阮谦卑来到伫你的面前，主啊，因为阮无完全，阮的性命有欠缺，阮的性命嘛有软弱。主啊，但是你是大有气力、全能的上帝。主啊，阮伫即时要全心全意来倚靠你，求主你来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特别是徛伫台仔井的兄弟姊妹。主啊，求你帮助因看见你伫因生命中所要带来的突破，互因通看见恁伫伊生命中要带来的医治，嘛要互因看见主恁伫伊生命中所要行一切的奇妙事。主啊，求你帮助因，互因通知你是会当平静风涌的主，你是伫因，互因看见伫仇敌面前，你犹原为因摆设宴席的主。主啊，帮助因，互因虽往拄着无共款的困难挑战，但是主你犹原甲因伫地，因为主你是医治者，你是帮助者，你是因的石盘，你是伊的盾牌，也是因的避难所。主啊，阮将徛伫台前的每一个兄弟姊妹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来引带因，帮助因，照着主你的心意，照着主你的旨意来成就你要成就的一切。主啊，阮将这的兄弟姊妹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主啊，因为因拢是你所爱的子民，拢是你所疼的百姓。主啊，你绝对袂放杀因，你绝对袂看轻因所流的每一个目屎。主啊，求你真正拭去因的目屎，用你的双手来抱住因，互因伫困难挑战中犹原通倚靠你，有信心的眼光来看见着主你属天的作为。主啊，我嘛将教会中每一个兄弟姊妹交你的手中，可能有人无徛到伫台前，但是主你知每一个人心中真实的需要。愿主来帮助，也愿主来引带，互阮每一个心中的渴慕、心中的需要，求主你来补足，求主你来互阮看见着你的恩典作为。主啊，搁一摆来到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甲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即时来奉献。
会长起立。会长，请坐。今仔日是上年主日，阮嘛是期待伫阮一冬一届伫即个上年的主日用着芳芳的祭献到伫主你的面前。伫遮我来报告。首先感谢咱敬听的牧师，各位的长辈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今仔日是上年主日，伫遮我来报告。感谢大家对上年长辈的疼惜，感谢大家对上年的关心甲奉献。伫事工的计划，阮会当顺利来进行。伫每3个月，阮委员开会事工的检讨，安排组织聚会内容符合上年的长辈的需要。阮有周间的读册会，阮嘛有福音茶会。伫每拜六的3楼，阮有聚会。阮的主题无变，就是阮的话题轻松个内容。阮有影片的欣赏。第2礼拜有阮的信息的分享。第3礼拜有阮的健康工作。第4礼拜有灵命造就。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伫阮的上年年老的时，有阮的上年团契，互因都无孤单。感谢主，阮伫2023年的9月初2，阮嘛来推动上年箴言诗篇的事工。伫阮2025年2月初10，阮总共印箴言2200本，有伫12间的教会来抄写，完成30本的，拢是足无简单的长辈。上济会87岁，30本的完成有12个人。感谢主，这若毋是上帝亲自带领，啥人都袂得做。所以，阮鼓励上年的长辈，互因伫年老的时，用着祈祷、读经、抄箴言，来祈祷。欢迎大家来阮上年温暖的大家庭。伫遮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感谢。伫遮是毋是来报告？有看到阮的影片吼，伫遮拢是阮伫阮今年的影片吼。好，咱10月份咱要来学习。遮的金句，咱做伙一声来读。这是
咱搁一摆吼，这互恁遮的行过信，伊的大用伊的好事人，通得到准备，这是议会实现成就。你的前书1章50，下面由咱牧师来做补充的报告。各位兄弟平安，咱真多谢吼，咱上年美好的服侍啦吼，这样上年的干部吼，哇嘛是非常的着磨吼，因为咱教会内底足侪小组、足侪团契、足侪团体吼，但是呢，全民上大党就是咱的上年团契，所以因的服侍，服侍足无简单的吼，我先做一个事情的说明，咱来准备吼，小等下，咱的上年吼正式超过150个啊，70岁啊，安尼算起来算袂少对毋对吼？毋过毋是第一名的，我较早牧师牧会盐埕教会吼，因的70岁以上的吼已经超过250几个啊，比前教会较大间就对啦吼。这是咱台湾一个欢喜的事，嘛是一个责任，就是咱的长辈愈来愈多，咱需要来甲因关心咱一个小小的改变啦，咱既然150几个若念你的名，搁找你的人，咱的中集要来送一个小小的礼数，哇，安尼像咧雨神夜夜飞找无人就对啦所以咱的第2长老咱的志强长老讲，今年想出一个新的方法，但是无一定有效啦，试看嘛呢，就是讲小等下要请5位的代表，5位代表毋是黑白警的这是90岁以上的，是80岁以上的，60岁以上的，70岁以上的，来头前代表来领，咱请上年小等下礼拜煞，咱落去楼骹1楼大厅。咱分几岁你甲咱的执事报讲，我76岁，是啥物名？比如讲吴中田，伊就甲你找你的名，拍勾仔，签一个名，这个红包就互你啊。安尼就袂讲等大家的时间就对啦所以真牧师先念名，请准备，我要先介绍新朋友，安尼时间就袂动倒去啊咱要请90岁以上的，就是咱的单反手机者，准备89岁王正贤兄，准备来头前搁来是82岁的林凤梅姊妹，搁来是79岁林宗老师，搁请一个较少年的，陈明日执事较少年的，来准备，来好，来徛来头前徛来头前来。来准备要来送礼物互因啦送礼物剩的草上年拢徛起来好无？遮的70岁受车拢请徛起来。有一老，如有一宝，咱请第2长老一个来送礼物互伊，迄场上做代表好无？来，迄场上做纪念，徛过来小看，徛过来小看，徛过来小看。来，慢慢来这5个受车代表来接受这个礼物咱在所有的上年这70岁以上拢是上帝所祝福的长辈，来翕相来。拍婆啊！来请回座，来请回座祝咱这上年平安健康。你的礼物小等下礼拜煞你叫你念几岁几岁伊就甲你签名就领你时间继续省对毋对但是呢，咱送礼物是咱有一个公平啦，一个根据就是讲，咱会籍伫咱本会，第二，若无是你无导游，毋过拢足固定伫遮做礼拜。这个周报内底名单才有你的名，
啊，毋过呢，有咱的今仔日有70岁的朋友，拄仔来参加，无你的名嘛袂要紧，我嘛要送一个小礼物互你。但是呢，即马毋知有甚人伫遮吼，咱等下礼拜煞，咱拄则咱颁奖的即个志强长老，甲伊讲我嘛70岁，毋过无名单，伊要送一个小礼物互你，安尼听有吼？咱在座啊，你有人客，今日是人客，有那70岁，咱有那今仔日应景啦，这节日吼。送一个小礼物找咱的长老，也是去大门迄个大厅遐，你甲伊讲我都无名单伫遮啦，毋过我70岁安尼，伊甲你记录一个，送礼物互你，安尼来补足，安尼好无吼？过来，先来介绍咱的新朋友，毋过咱请也要等下佫一个节目，是要介绍受选的长老甲执事，你若方便，等下我叫到你的大名的时阵坐来头前，坐来头前，你徛起来大家，大家看会到你，知影你是甚物人就对啦，好，我来介绍新朋友，有遮的名单我来照这个来念就是金城美姐妹，金城美姐妹，你对，站起来，让我欢迎你。再来是李云轩，李云轩在哪边？李云轩你家哈。欢迎，你歹势，信昌长老咱写人选伫你的纸内底，可能印做伙啦。这是新学生啦，拄则金城妹是咱信昌长老的孙对加拿大转来，你说国语台语都可以拄则介绍已经是新学生来，一位是拄则讲到李云轩，伊是路加教会对无？好，路加教会来，搁一个新学生叫做刘怡婷，过来是汪业正弟兄，汪业正陈学生，曾佑强陈学生。咱真欢喜有一个小故事讲咱这个家庭内底若一只好的马，出去外口试过洗伊会带足侪只马转来，就是咱的正正伊新学生哇！带4只好马入来，因拢伫附近伫咱新人医读册，今日可能时间会好势来参加咱的聚会，遮拢是后来咱要叫牧师的所以咱等下看到伊讲牧师能平安安尼牧师拄则我想要补充一下，这个云轩讲是罗家出身的，敢是高雄罗家罗德这个罗家是无？好，咱的怡轩是嘉里对无？是哦。怡婷嘉里，叶正是相连咱的蔡牧师的教会对台北落来佑强是内力内力，所以伊的衫足多测试以马内力好来，咱今日节目足精彩，消息拢袂付报告。来，咱要来介绍长老候选人长老大家较熟啦，你若袂记的若毋捌伊光阴去认伊讲奇怪，长老候选人佫毋捌。好来，我来介绍咱11月初2要选长老有4位，第一位是王卫鹏长老，来，拍无啊？卫鹏长老拄啊昨日庆祝60岁生日啦，伊即马变资深长老，你敢知？因为咱的信昌长老要退休即马换伊做资深长老难得啦服侍足侪冬咱拢熟悉伊轮休佫来候选第二位是陈秋怡执事要候选因为好，咱先拍无因为陈秋怡执事今仔日讲陪爸爸去北部啦。讲后礼拜拉报告，陈秋怡执事嘛伫咱教会做执事足久做主任校长足久所以咱嘛拢捌伊。第三位是咱的胡泽荣执事，来，来。泽荣执事伊嘛是候选人，伊有候选长老的资格伊本身是咧做咱的这个咱的影音团队队长嘛，咱的敬拜团拢有咧参与拢真熟。佫一位是李宗杰执事，宗杰执事家。
嗨，好，总结之士，咱嘛足熟哈，伊做执事足侪任啊，伊本身嘛捌做过小组长，啊嘛做圣歌队员吼，遮拢是足优秀的长老候选人，总是咱来祈祷，因为无逐个提名拢会当选到，有的是上帝特别的意思，咱就选2位，伫4位长老中间，你心内祈祷，伫11月初2，咱要选出2位长老，争做后一届的长老吼。过来执事就较大家无大家拢熟所以注意，请执事候选人准备来头前第一位咱有分2组一组是咱40岁以下的啦，较少年的就对啦准备来接班咱教会服侍，来有无？而且口罩拔落来，走来头前第1号是王建伟候选人，建伟小徛就好啦，小徛一个好啦，徛到遮大家较捌啦。第2位是金俊吉，徛来边啊，你徛过来好。第2位金俊吉第3位是洪佩仪，第4位是李文文，来头前。拢会使，2边拢会使徛第5号是林志平，第6号是许立传，搁一位是咱的张月琪。咱真感谢主今年咱讲要提名40岁以下推选啦咱拢知影，咱拄则有讲150个上年对不对？咱后一代嘛是爱栽培所以咱徛伫头前这7位，就是拢40岁，无就39、38、37、36安尼。遮咱伫咧选举中间11月初2，咱要请陈佑长老甲咱解释，就是讲伫7位中间咱逐摆投票14位嘛，要选7位，望讲至少有1位是对遮出来，所以恁7位有一个是保障名额但是你爱加油！票数爱上悬才会当票数爱上悬才会使因为牧师袂当一一介绍因的履历足详细，但是因遮拢是第一有参加小组，有参加服侍团队搁参加各种的服侍，其中我知影咱的乐旗执事已经做过执事搁40岁以下，你看有够？伊乐旗执事伊做过执事伊捌去日本过，都暂时休困啦剩的这7位拢足优秀的拢是40岁以下，咱伫人物中看相片，看伊的人才有感动就是讲7位中间。至少有1位，但是你要2位、3位、4位、5位拢无问题。但是第2批嘛足优秀的是较中生代的安尼好无？恁有哪徛伫后壁袂要紧啦互头前的，等下介绍的遮徛伫恁头前，安尼你然后退一步。咱11号，咱对11号开始就是属于40岁以上的但是嘛，佫足少年就对啦。那比较牧师来讲，拢足少年的。来11号韩启智。伊现任是小组长啦陈树文12号，嘛去徛头前排，其实你徛头前排，因介绍了嘛，你徛因头前袂要紧。来是陈树文姊妹嘛拢足少年过来是13号黄小蜜，来，黄小蜜好，黄小蜜过来14甲15就是拄则长老候选人，伊嘛是执事候选人14号是李宗杰执事，来15号是胡卓龙执事，2边拢会使徛过来16号陈前和，弟兄。欢喜搁一位王俊仁执事，俊仁你对，好来，
嘿，毋捌人迄选举吼足欢乐的就对啦吼。啊，所以表示遮拢是足优秀的，恁选任何一个人拢是足优秀的就对啦吼。但是呢，咱袂当讲一摆遮侪人做中心，但是因拢伫各单位，无论是小组啊，无论是事奉团体咧服侍，拢是咧服侍啦。但是咱教会才有长老教会体制，你必须要先做过执事，你才有机会来做长老。啊，这是咱教会长老教会一个体制。啊，所以这拢是足优秀的。同工中间5万选出7个执事，经过2任了后，因会当服侍做长老。因为长老是商务性的，有点像迄商务性的同工，定定都爱讨论代志、决定代志。无论是敬拜的代志。服侍的代志、教会建筑的代志，佫特别是有关会员的管理的代志，佫是足侪重大事工的计划。遮个执事就是诚做因的帮衬，经过8冬的历练了后，要会当有机会人选咱的长老。所以有的长老70岁退休嘛，遮个人就是诚做以后的咱领导者。所以你毋若是讲要选什么人尔，一定要替因来祈祷，互因领受到上帝属灵的规律。伫家庭、伫工作、伫各方面拢有上帝奇妙的这个安排甲配合。咱替因祈祷，2礼拜后要来选举，咱搁面热烈热闹给拍拍，谢谢。好，请回座，请回座。真好的介绍，咱今日拢有出色啦，真欢喜。咱后礼拜咱搁介绍秋怡执事啦，好。最后几项的报告，咱5万无超过时间啦，咱今仔日因为咱原来是这个爱心午餐连续几礼拜拢是连续假日，所以这礼拜嘛还无哦在10月休困了，11月才会恢复，请大家原谅。所以咱请上年才有挂花，等下落去楼骹来领恁的红包了后咱去食咖啡咱去食咖啡我讲的讲有70岁毋是伫名单内底的人客，请你才会记得。有哪甲咱的长老讲，我都无伫名单，但是我今仔日是70岁安尼啦以上安就对。来，我几项报告。第一，咱看这张相片，这张图就是咱后礼拜是福音主日。我问讲来听来参加的人比今日较侪，今日有足侪商年拢来唱歌嘛足热热咯。但是咱后礼拜，你招朋友，招你的厝边招你的慕道友、福音的朋友来这张是超出想象的恩典，就是潘志豪牧师有一张相片这个咱毋知有印象无潘志豪牧师伫新人生像咱遮的新人生共款，伊捌伫遮实习你看伊穿迄衫什么衫，你敢知？迄是美容的客家的衫裤，因为伊的太太、伊的牧师娘是客家人，是美容人，伊要来遮做见证因为伊现在是伫即个经生团契，咱遮经生团契就专门伫家甲，伫甲遐关家的人传福音，伊要来讲伊的见证。所以后礼拜2场礼拜，欢迎兄弟带朋友带遮的你熟悉的人做来听，你毋只有记得来甲因传福音就对啦搁来一项，咱11月16，咱要举办咱教会内羽毛球比赛。羽毛球会晓运动的拢欢迎来报名，有的用小组报名，为你个人若要报名，嘛会当甲咱的同工报名，伊才甲你组队。有的是有趣味性的，羽毛球袂歹。咱进前篮球甲排球拢伫咧日头下骹，即马羽毛球有冷气，所以你会当报名来参加，真心实搁来是咱小组要咧继续进行，请咱带导特别互遮的 best 遮福音朋友，后礼拜甲因招来，拢来参加咱幸福小组拢有咧继续咱遮一张来看就好最后我要报告2项，第一项就是讲，咱教会为着要庆祝50周年，咱已经办足侪遍的筹备会咱拄则詹牧师嘛有讲，过2-3个月就要进入到50周年咱教会有2项50周年重要的事工，就是讲咱教会已经起10几档嘛借这个机会，甲伊整理一下咱地下室1楼、2楼拢甲整修即马要互伊焕然一新就对啦。地下室已经好拢整理好即马剩1楼甲2楼，因为中翻内底装潢搁中翻，所以到11月到10月底11月就要完成
咱来用这个做礼物献给上帝。第二是咱办足多活动，包括拄则咱咧讲的迄个羽毛球比赛，拢是咧办活动吼。这活动开销有演习费，这嘛是拢是费用，请咱大家做伙关心，为着这个来做奉献。最后一个报告是啥物呢？就是讲，咱这个11月初2要开会员好会，敢若一场礼拜若定，咱第一场的来礼拜拢较管是40这个8点40就开始吼。第二场咱鼓励较早来，咱请各团体、各小组，甲恁的组员鼓励一下，因为咱来确定名单。所以若讲伊都确实迄天有多较袂当来，请你甲伊当作是请假。咱名单送入来到小会，咱才会当整理讲偌侪人会出席，会当成会，咱要投票各方面吼，请大家来帮忙特别是咱的小组长、咱的会长，拢来甲鼓吹，互因来参加吼。最后一项周报无报，我是看到公布才知影，咱去年有抄诗篇箴言对不对？今年公报社推出要抄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咧讲耶稣的故事，所以大家是准备心咱后礼拜5万讲先甲买这个抄的册来，你若会当来报名顺便领册。咱到听讲是，我印象记无着12月特别交所以差不多2个多月来抄路加福音。若有要参加抄的人准备心来抄这个路加福音，到12月要交，就是公报社要颁奖。若咱家己教会到12月底嘛袂要紧用安尼甲咱提醒，欢迎咱来准备好。因为时间有较无够，咱就报告到这。咱请上年会记哩，等下来去楼骹来领你的礼物来。感谢牧师这详细的报告，咱来吟上言，请起立。临时煞由咱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对这事直到永世大无煞。阿门。请坐，咱热岛来聚会。咱第一礼拜到这结束，会记请70岁以上，咱的长辈要到1楼来去签名，来领取这个敬老的奖金。